央视看村民太妃，我是陈明珍。因为村民太妃来到的那个国馆文产，伊是台湾中部三大有名文产之一咯。伊同时了下也系台中市政府当他规划嘅涉国流浪嘅起点站，然后到国馆了地方，到那个太雪山林场嗰度去哦。那条涉国流浪线呢，讲做台湾第一条嘅高山型嘅流浪线，但是其实经过地方呢，系你林务局所强调了进行国土保安嘅土沙旱治保安林，韩国也经过台湾一级保育类嘅台湾无用嘅生发栖息地哦，故所几多国土保安、韩国生态保育当中呢有清台争议。韩国咧，下台中市政府都9月份咧，同时进行所谓返贫韩国嘅走上哦，那都行政长期当中也有清台争议哦。故所今日村民太妃来到您嘅国馆文产嘅地方，而且公部门嘅代表、韩國嘅專家學者，還有當然當中有喺呢地方嘅採體嘅詳情共同嚟討論，到底咧涉國南茶線要用 BOT 嘅方式嚟起，適當也唔適當。韓國人呢，而咁正見在帶動地方經濟繁榮，本來在國館都叫呢團。在中橫公公路團體以後呢，經過15年嘅落寞，有辦法改變嘅方法再起無。假使喺冇嘅話呢，係乜嘅相關議題，值得人嚟共同嚟關心呢？想等下馬上嚟到您嘅國館台飯店面頭前，請大家共同討論，也請嚟關心。開會了！以下節目將頭來到呢中部有名嘅三大嘅有名文產國館文產呢個台飯店面頭前嚇。嚟講到係呢個涉國流浪呢，咁真有辦法到102年嚟通工，107年嚟完工開始實施營運嘛。假使有辦法嚟涉國流浪再嚟開始營運呢番呢，一年做得帶來2億5千萬嘅嗰種嘅經濟效益啦嚇，做得嚟綜合再提供520個工作機會。對於呢個國館地區呢，自從9年以後，7年水災以後呢，天天落寞下來哦，地方上民眾非常希望講，一種嘅涉國流浪呢，對帶動地方嘅經濟發展，帶動地方嘅嗰種進步啦嚇。也會迎受嘅現場來賓，第個呢係呢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嘅觀光工程科科長劉來旺，劉科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好，稍後會迎受嘅係逢甲大學都市計劃呢嘅劉耀華劉老師你好。主持人好，還有大家好。稍後迎受嘅係台灣生態學會秘書長蔡志豪，蔡秘書長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來賓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其實在今年3月8號呢，台中市政府已經有來到古關地區開過這個學古纜車環評的公開說明會哦。那當時候呢，其實很多鄉親對這個學古纜車雖然是殷期盼啊，但是還是有很多中央的主管相關單位對於這種地質啦，還有土地用地的取得、交通配套，還有油氣品質等等啊，都還有中央主管單位的一些堅持哦。那這些堅持呢，到底跟這條學古纜車開通有沒有直接的相關？還有是不是會跟鄉親的這些疑慮也是有相關的呢？我們先跟着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厝價係旅遊旺季，不過半夜嘅台中國館文產區旅客殺當少。9億之後大概掉了大概有60%左右。對啊，因為現在變成是說，除了冬天有客人以外，夏天其實都幾乎很少有遊客是進來的。9日台鐵通之前，中橫是對東西通到離山，國館就係東岸嘅站。是由高路效益，不過9日台鐵通促成中橫路段，國館變做終點站，旅客開點外中橋嘅車貼起來片，依然太降低，觀光效益無上調敗。以下台中市政府按算起一條高山流浪，長5790公尺，涉4個塔處，由國館、保證家同太雪山3個站，用 BOT 嘅方式推動，計劃經費26億外，兩項交通建設結合文產同高山旅遊。同時，是在看到四季無窮寬嘅高山景觀，又希望為國館帶來旅遊元素。我們地方也是希望說，學古些纜車它能夠新建的話，就是造成國館另外一個亮點。當天飯店一隻非常期待涉過線流浪，帶動國館嘅地方發展。不過，到商店嘅一隻殺當少，自家嘅店面本然增收，影響經濟。咱個可能是講對嗰個店面影響會貴太啦。到時就有那個路擴寬呀，有乜解吼？咁個店面都保不住啦，所以最好就是用另外店面留片啦。
红个保持个店面无个想法。除了用体市值，小国县还面临天气风险、交通配套同旅游品质等等问题。那个安算207年8月开始营运嘅交通建设，外界嘅部分其实很当多。看完新闻影片，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这个雪谷缆车哦。这个雪谷缆车，它是从大雪山站呢，还有经过的波金加站，一直到古关站。古关站呢是雪谷缆车线最大的基地哦。那雪谷缆车它从这个低海拔到这个高海拔地区哦，那事实上呢是台湾第一条的高山型的缆车，因此呢它就是备受注目哦。那它全长大概5700多公尺，塔柱呢是11个，那建设经费大概是将近27亿左右。那这个新建期加营运期呢，总共是34年了哈，是不是？34年啊，这是采 BOT 的方式来进行。那预计呢107年8月就要来营运哦。那这个部分呢，整个台中市政府呢，在前期的这土地征收，还有这个拆迁补偿的地上物拆迁补偿费用呢，大概要花掉是1亿7000多万哦。所以台中市政府觉得说，这个如果说未来每年可以带进2亿5000万这个营运的经济效益的话，那32年的这个营运期的话，加起来是一笔蛮大数目字。那它市政府只要花前期1亿7000万，算起来这个算盘打得蛮精的哈。所以而且同时呢，9月份就要来进行招商了。那我就要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刘科长了，就是说，那这一次对于这个 BOT 案，当然相对它金额比较小，市政府有十足的把握吗？而且9月份就要进行招商，那跟我们讲一下市政府的评估。从100年一直到现在103年办理雪谷缆车的过程里面哈，那很多的厂商啊，包括日本的厂商，还有我们的那个德国厂商这一边哈，都有跟我们接触哈，相关的这个对我们这一条雪谷缆车的高空缆车啊，一直有很大的兴趣哈，所以我想，对未来我们在这个推动雪谷缆车这个部分，我们有很大的信心哈，能够有很多的厂商来投入。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一条雪谷缆车，我们是用比较严谨的态度来办理了，所以它的期程会比较长。那相关的这个招商的程序呢，大概我们9月开始哦，那到明年3月才会整个定案哦。那整个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行销广告，还有一个招商的策略等等，来招揽更多的一个厂商来投入，能够来带动我们整个古关，还有我们和平地区的一个整个产业的发展。以上，谢谢。谢谢我们刘科长。那我请教我们刘老师，既然是招商，招来是投资的团体嘛，所以在商言商，所以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有人做。老师怎么看这条雪谷缆车？它现在要进入招商的阶段，它真的能够为我们的古关在921之后带动另外一波新的风华再起吗？还是说还有很多中央单位专业考量会让地方居民的期望在风雨飘摇中？今天在这个地方是在讨论，其实不是在政府没有要盖，政府没有要盖这个缆车，市政府提出这样的计划，花了1.7亿，花了1.7亿要去写一个说帖。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要去说服什么？要去说服想赚钱的人，这个地方是有赚钱的机会的，请来这边投资。所以呢，这个本质上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特许事业啦，这跟6轻跟5轻是一样的。好，我们在发展这个石化专区啊，就是它一定要求一个特许权，它可能要排除一些相关的法令规定，否则这个投资者，我跟你保证，他不会来，因为他如果会来。这边有12处的旅馆用地啊，有划这边的住宅区，我们这个风景区住宅区才划了5点多公顷啊，我们这边的旅馆区就过去花了7.9公顷，好，就去年通盘检讨完之后，废掉了1处之后，还有12处啊，这边可以盖旅馆啊，如果真的想盖旅馆的人，想好好经营这个地方的人，其实这边不是没有腹地，可是重点是他要求。他的特许权是，然后这个特许权，他当然是希望来这边赚钱。好，可是不是当地的人赚钱哦，是这一个特许事业一定会设法去赚最大的钱，把他的钱留在他的特许事业的范围内。好，那这个特许事业要赚最大的钱，跟我们当地已经在那边开这个商店圈里面已经开店做生意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商家的权益会不会有影响？就是我们相信所关心的。好，我们看一下猫缆营运条件是什么。当它瞬间风速达到这个7级风的时候呢，连续3秒以上呢，或者瞬间风速有到8级风的时候呢，它就要停驶。
再来呢，如果说有落雷的话，木栅山区经常会打雷啊，下雷阵雨，所以它一停就停了一下午。落雷的时候，它也要也要暂停营运。如果地震震度在4级以上，它也要暂停营运。那只要进入台风警报区、警戒区，当然台北市停止上班上课的时候，猫缆也要停止营运哦。那我们看到是猫缆的这样一个安全的标准呢，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刘科长说，我们的学缆是不是会比这个更严格，还是说比照办理而已？是，谢谢啊。那有关于那个在高空缆车营运的状况之下，遇到比较紧急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要做一些紧急的处置的部分哈？那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环评的报告里面大概都有去描述了哈。原则上我们会以这个比猫缆这个系统这个部分要严谨啊。那一个缆车的推动大概它会有2个部分在决定的哈，一个就是它的系统的部分。那系统因为猫缆它属于单线循环式的这种方式来运作哈，那我们的学缆的部分呢，大概是以副线的方式来，所以它的系统大概是不会一样，那它的状况也不会一样，因为猫缆的部分大概是比较属于平地的方式来运作，那我们学缆的部分大概是高空缆车的部分，那就这个部分我们都用比较严谨和科学的方式啊。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这个落雷的部分哦，那我们也针对落雷的部分哦，去查询台电它有一个系统。那就我们在学谷这个部分呢，它的落雷的次数的部分，我们也做一个调查哦。那希望能够提供给未来 BOT 厂商它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参考哦。那大概落雷需要停驶的这天数，一年大概有多少天？你目前从台电那边取得资料，你们的评估是？大概它落雷的部分大概是70次左右啦，70次，一年大概70次左右，就是可以达到停驶的这个状况了。那当然再加上一些台风还有地震的一些的哈，我想我们的部分哈会跟猫缆这边会有一个区隔了哈。刚刚我们的刘科长讲说，从台电的资料来看呢，一年大概有70次的落雷必须要停驶啊，加上这个台风啊什么这些等等之类的啊，所以这停驶天数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市政府他们自己公布是说，他以这个在营运规划上面，他是说预估呢一年可以营运335天，也就是说1个月。是维修加台风是只有1个月，还没有包括落雷哦。可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营运的资料呢，我们看到搭配学谷缆车，就在下面一点点松鹤部落，它有一个环线的搭配学谷缆车的松鹤部落的这个小火车呢，那个时候所预估的营运天数呢，一年是来到350天，只要休息15天就好。同样是一个大的一个路网的规划。为什么搭配学谷缆车的松鹤小火车一年只需要休息15天，而在学谷缆车只需要休息30天？到底要休息多少天才能够让厂商觉得说有利可图？政府真的，台中市政府真的说清楚了吧？我们来看一下猫缆，它一年要停驶多少天？最近3年的资料看到是在2010年的时候，它是停驶了46天；2011年呢是停驶了45天。其实2012年这45天是到8月份左右啦，其实全年还超过45天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猫缆告诉我们，一年停驶的天数已经超乎我们学缆的想象。我想请这个刘科长，因为要补充的。猫缆的部分呢，因为很多的状况就是它是以系统的取决方式哈，它的敏感度会有差异哈。那我想我们用副线的方式呢，它在这个整个不管是雷击的这个状况，或者是强风，还有地震、大雨的这个状况，大概都会把这个评估进去哈。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标准会更严苛啦。那当然把猫缆这个状况，我们会把它纳进去。原则上我们会把所有的相关的系数哦，有影响到我们整个学谷缆车运作的一个系数都加总在里面哈。希望能够提供给厂商这边做一个参考哦。我们来请县长乡亲发言。其实这条缆车推动主轴在台中市政府的他自己的规划报告书里面是说，兼顾环保生态的树冠层之旅啊，就是说它都在这个很漂亮的森林上面这样开过去哦。那所以呢，因此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人们就是觉得说，这跟森林的林相啊，甚至这个在森林里面活动的台湾黑熊、台湾一级保育类的黑熊哦，是会不会有这个汉格之处哦？那对这个部分有意见的乡亲，请举手发言好吗？好。除了刚刚说的落雷，
好，刚刚说的这个嘛，这个整个我们在考虑的人的状况下，我们如果把它放到这个周边来看，南边这个地方呢，好，我们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过了，这叫八仙山林场，现在目前呢改成八仙山森林游乐区，对，也改成了嘛，后来现在改成了八仙山环境教育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八仙山这个地方，海拔1500公尺到2500到3000公尺，以前生长檜木。这个檜木质嘛，这一棵可以长1000年、2000年，胸径在2公尺、3公尺，整片的森林。好，那老师，我们坐缆车去看那个长1000年的没有，全部砍光了。为什么会砍光了？日据时代怎么样？这个3大林场已经砍光了，全部砍光了。那我们去反思一下嘛。对，那我们再反过头来看，北边这个地方的嘛，叫大水山森林游乐区，现在叫大水山森林教育区、环境教育区。以前就大水山林场。台湾第一个用公路来运输伐木的，而且用美规的方式，本来预计要砍80年，要80年，轮回起了，在15年全部都砍光光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檜木，就是世界上台湾最珍贵的檜木，是生长在海拔1500公尺到大概将近海拔2800公尺左右。这个地方是盖塔柱而已，塔柱不用砍光光吧？这个地方现在问题是我们现在目前是，他引进来的游客每天要好几千人。好，在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这个上面这个森林全部都砍光了，这边的森林砍完，而这个地方是我们台湾的雨量最大。这个地方是台风，我们如果从东部过来，这个风绕过整个台湾海峡，台湾的水岸上面的时候，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就直接冲到这里了。老师你的意思是说，结果我们这个保安林全部保安湖全部被撕毁掉了，你知道哈？加上这个地震的地层的破碎。加上我们现在目前的台风豪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台湾危险就崩塌威胁最严重的区域之一了。好，所以老师你是说这个地方很漂亮，但是现在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好，谢谢老师。还有没有相信对于这个漂亮而危险的地方盖缆车有意见的？好，这一位。第一个，你如果雪兰一旦建了以后，对熊会什么影响？第一个，你这样子路过去总是要施工嘛。总是要维护嘛，总是会游客进来嘛，就干扰到他的栖地了。而且游客你也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嘛，有没有谁担保说你可以游客他的行为你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万一伤到熊会被熊受伤，所以干扰到黑熊的整个区域的活动。所以第一个，如果在熊在这种情况之下，会发生什么情形？第一个，它既然受干扰，那我就走吧，走到就自然资源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熊可能就会减少，台湾黑熊的存续率可能会降低。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雪谷缆车呢，它除了有这个争议这个生态上面这个跟保育上面争议之外，它还有一个是行政程序上的争议。它环评都还没有开始做，就要在9月份进行招商了。那对于这个行政程序部分，是不是有相信对于这个有意见哈？我们是公民团体，我们长期在监督市政府哦。其实从现在市政府的相关公听会资讯，我们看来，这个建设有一点是赶鸭子上架，整个行政程序是相当不正义的哈。尤其我们现在的环评的这个程序还没有真正环评通过，就要开始招商哦。以这样的观点跟现况，很容易陷入反对跟开发的这样的冲突的思维。以我们公民团体，其实我们希望是一个市政府能够建立一个沟通平台，这个平台是让这样的建设的相关的意义能够扩大，而不是在一个冲突的思维。这样的话，很容易陷入一个纠葛。其实古关地区我们拥有大自然相当天然的一些利基啊，可是这个利基在以现在的整个沟通思维的，很容易局限在那边纠葛，这个相当可惜。我长期我热爱山林，我自己也曾经到八仙山去爬山过，这么样的深度的文化体验，我们台中市的观光局竟然至少在这边我看不到相关的资讯的公布。我相信很多市民也很期待市政府能够导引到一个比较正向的沟通平台。很可惜我们现在期待不到。希望也市政府将来因为到明年还有一些机会，也能够
透过一些更详细的资料，让在地居民还有相关业者，甚至于市民、公民团体能共同来探讨。好，因为现在环评也还没有做，环评也还没有出来，所以已经开过公开展览说明会了。但是这个环评这个报告书还在修改啊，所以还没有送进台中市环保局里面啊。但是我们来看到几个，就是说，其实中央的主管单位也对这个学古缆车的新建有一些看法。我们来看到是这个学古缆车，它总共是用点状式的开发，所以它的塔柱有11个。全长5700多公里，有11个。那每一个塔柱呢是20乘20公尺，也就是说400平方公尺这样一个塔柱的基座。那其中呢，从 P2 到 P11这个基座呢，林务局它也有陪同这个台中市政府一起去探勘。林务局认为说，从第2号塔柱到第11号塔柱这边的地质呢是非常的破碎，是属于不佳的，而且其中还有好几座这个塔柱呢是位在于所谓的土沙旱质保安林。这个土沙旱质保安林呢，它的唯一作用叫做国土保安，它保安的对象跟范围是谁呢？是大甲溪。还有大甲溪沿岸7个发电厂，所以林务局觉得说，这个土沙旱质保安林上面是不可以开发，怎么可以来盖11个塔柱？哪怕你是20乘20 400平方公尺。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刘科长，就是说，其实林务局这样的一个意见给你们之后，你们听了之后是更审慎呢，还是说要修改路线，还是有什么样其他的因应的配套？对于塔柱的这个施工啊，我们现在目前是采用这个直升机吊挂的方式来施工哈。那另外就是说，刚才有讲到，有观众有提到这个熊出没这个旅客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我想我们整条缆车哈，并不开放给民众下这个路廊的下方是不能场站的部分都没有办法下去，就是我们只有在古关跟大雪山这2个场站可以下车以外，其他都没有开放。坡金家的部分是做一个中间转折站。那这个部分只是一个角度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个部分也没有开放给这个旅客下车来这个坡金家这边观赏。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都有去把它防止哦。那相对于这个地质不佳的部分呢，我们也是希望说应用能够有防灾还有减灾避灾的这个观念来执行啊。旱质保安林地的部分，我们会尊重林务局的一个给我们的建议，那我们会依照他们希望我们怎么来做，然后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施工，让这个那如果林务局就说土沙旱质保安林就是不能够开发，那你们会退回这个案子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跟林务局这边来沟通。那如果说这个部分是他们反对的话，那我们也会尊重了。那其实土沙旱质保安林能不能解编呢？那其实现在台中市政府也有作为，他已经把这个学古缆车线还有新大线送到交通部，就是主管事业机关去，希望交通部主管事业机关能够把这个学古缆车列为所谓的国家重大建设。如果列为国家重大建设的话，那么林务局对土沙旱质保安林的解除就是有机会的但是要解除土沙旱质保安林，还是要受限于森林法第25、26、27 3条的这个保护那将来就算是要这个解编的话，也要有森林法第8条，还有一个程序要走。我想请教一下蔡理事长，就是说，就您来看，森林法的这个限制、约束力跟强度，林务局的态度有可能会对土沙旱质保安林有让步吗？那中央的交通部又有可能对于这个他已经认为是地方重大的观光游憩设施，把它改列为国家重大建设吗？刚刚主持人讲那个保安林的功能，它的目的就是做国土保安那这片土沙旱质保安林跟其他的保安林有什么不一样呢？这片土沙旱质保安林它通常是位在陡坡的地方，那一旦破坏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它就会持续的崩塌，它是没有办法再透过人为的方式来恢复的。所以刚刚也讲说，在过去包括大雪山或者八仙山这2个地方，在过去大伐木的时代，波金家山呢，这个土沙旱质保安林都不敢动都不敢动。那更何况说这一片森林，它的海拔高度是位在海拔2000公尺上下那这个是山区的强降雨区，如果说一经开发，它的灾害是难以想象的。刚刚那个刘科长也讲我们就以市政府他针对他委托的厂商来针对这个地质钻探的报告，他的厂商利和工程顾问公司在他们的报告里面很清楚的讲到，波金家站到古关站的地质是怎么样。
两侧的顺向坡以及都有崩塌的危险，以及部分的坡面有存在大量崩移的这个岩块，也就是说，这个山体过去有曾经发生整个坡体移动的现象，甚至于说连坡脚也有裸露的情形，这对于长期你要在这边设塔柱是不利的。从自己他做的调查报告里面就可以显示，坡金家这个山呢地质非常的脆弱，我认为古关的这个缆车根本就不应该开发。这整个土沙汉子保安林区这雪谷缆车路线上面，它其实也是大台中市的水质水量石冈坝水质水量保护区，所以今天不是只有林务局对这块地区有意见而已，是还要经过中央水利署，它能不能解编这个水质水量保护区？所以水利署的意见，其实台中市政府好像也没有特别去提到这部分。那就您的了解呢？如果说要谈这个水质水量保护区，我们以这个古关地区的发展，我们不是在反对古关要进行观光的发展。就以这个我们下面的石冈坝是什么？石冈坝是整个大台东地区市民的自来水的饮用水。但是我们这个古关上游，古关这个地方流下去的这些水，就直接进到这个石冈的水坝。这个地方原本在风景规划的计划里面的时候，是也要设置所谓的污水处理厂，但是这个地方的地因为被冲毁了，台中市政府到现在他在这个地方没有设污水处理厂，没有设污水处理厂。我们在7月13号发动了游行，去表示我们对于这样的疑虑的时候，我们不是反对地方的观光发展，而是说一个地方政府连最基本的污染的防治的设施都没有做，就让这些观光60几万人的观光的污水就流到这个石冈水坝，我们市民开水龙头就可以喝到观光客的污水。如果连这个都不做，市政府马上就回应说我们会做，我们2021年才会做好。那2021年才会做的话，那雪谷缆车的环评就2021年再送，这个是一个程序，刚刚就讲程序上的问题。你今天要开发，你必须要遵照程序。你今天这个地方没有污水处理厂，你就必须要遵照程序来走。好，所以蔡理事长意思是说，其实政府要开发要依法行政，也要照所谓的行政程序正义来了。好，我们开放第二波机会给乡亲发言。对于这个雪谷缆车，好，后面那位大哥，我有2件事说明哦。第一个，我们在地人呢，还是强烈的希望那个雪谷线缆车能够新建哈。至于它新建的安全或者与环境生态的问题呢，我觉得这是在政府的责任哈。只要如果觉得是环境跟安全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在居民是一力的是希望这个雪谷线能够尽快的新建。那第二个问题是，假设新建之后，因为现在我们之前市政府的案子里面都是提到是私家车的一些接驳的方式，那现在最近炒得很热的台中市 BRT 的公车系统哈。我是说，正好延伸这个系统，是否能够在思考说，这条缆车既然是一个比较低污染的一种载具的工具的话，是否能够再想一套整个公车的这个系统，能够配套在这套缆车的系统里面？这提这个意见给那个市政府做参考。好，谢谢，更周全的这个整体的配套。好，那这位穿红色衬衫的大哥。因为我们要感谢，真的，这是政府林务局已经不伐木。我想这个部分呢，对地质的部分呢，我所看到的、所了解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好，至于生态的部分，熊的部分呢，我告诉这位先生，熊已经到我家旁边来了。是什么？人与熊已经和平共处。你不相信，有空你来我这边来看。我们这边，所以你那个疑虑绝对没有疑虑。为什么？我们的熊已经到我们现在底下八仙山林道的路口，这几天都看得到，还甚至还跑到哪里？我们白龙发电厂，我们天龙发电厂那边也看得到熊。不要，它不影响。为什么？它已经跟我们相处了几世纪，它不怕人，人也不怕它，和平共存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谢谢。谢谢。好，这个人熊和平相处的。好，我们先让这位大哥发言好吗？好。刚才讲说熊的问题，我们也相当的关心，但是呢，记住在我们地方上，我们很在意的就是说，生态、生产、生活要怎么样子来达成一个共处的一个境界去，让我们在地的部分，我们的产业可以活络起来。我想说，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人居住在这个大自然里头，例如这个山，你没有去任何的砍伐，它也会因为日晒而做某些的崩塌，没有任何的砍伐。那我想说，我们环保人士把它隐喻成八仙山当时日据时代的时候做大量的砍伐，来隐喻到
我们斜谷线的缆车的设施，哦，做这个斜谷线的部分就会危害到多少？我想请问市政府的部分，斜谷线的部分啊，它是针对定点的部分，所以我们站在地方居民的看法哈，就是说，它要造成我们地方观光的发展，这种的做法，它对环境甚至以生态的部分冲击是非常的少啊，但是在观光旅游的部分，造就地方产业发展的部分，它的效益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给台中市政府针对斜谷线的缆车的部分，我们给他按个赞。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这位大哥。我想其实这个斜谷缆车的讨论是非常非常的热烈了哈。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村民台北节目现场哈，眼猜给古关这边的缆车是说要盖到梨山去的了哈，因为这个中横公路断掉嘛，是希望说古关到梨山，这白天运游客，晚上运农产品，这可能是一开始要讲到这个缆车高山缆车的时候，是古关地区的乡亲的期待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呢没有开到梨山去了，是开到大雪山去，它要变成是一个主推是这个生态环保这种树冠层之旅哦。那很多乡亲都觉得说，这也好啦，其实对古关只要能够带动地方发展，甚至能够改善他们的这个自来水用水的环境，改善这个生活废污水处理，他们觉得说能够借这个开发搭便车方式改善他们生活品质，他们都愿意举手支持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就说您刚刚怎么看这些乡亲们？在地乡亲显然跟不住在古关的人有很大的意见的这个不一样哦，您怎么看？在地民众所提到的是基础生活环境改善，这个当然是我们在古关这个像这个风景特定区大概有140几公顷嘛，这个都假区其实本来就是要让人就是以有限集中的方式，尽量让人跟游客可以在这个比较有限的腹地里面去活动，在这边生活。所以您刚才大家有提到说，怎么会缺自来水，然后就是水不方便，甚至污水的建设到现在还没有到位，这是过去造成的就是说照理讲，过去我们在这么一个国际级的设施环境里面，我们如果要让人跟游客进来，是不是除了让私人投资进来之外，是不是公共的基础建设也应该要到位？然后显然的，大家已经有提出来了，这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位。然后是不是可以搭便车呢？这个就我回到我刚刚一开始所提的，今天这一个市政府的盘算不是要来这边这个基础建设，它是要去创造一个特许事业，它是要来赚钱的。所以其实这次市政府真正要面对的对象是这个特许事业体，不是地方发展。
可是呢，是不是两者之间是绝对不相容呢？我也不认为，因为这个特许事业体，我们一开始在问这个问题，是我们不够好了，所以需要加上这个缆车，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好，还是说我们其实很好，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刺激，让我们好像是就是打一个营养针。过去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失血的地方，趁打这个营养针，把这个体质补起来，让谷关这个地方还是回到可能是比如说温泉是做我的主体，好，这个发展模式，而不是大家想到未来。其实大家想一想，未来如果想到谷关，想到缆车，不想到温泉啊，好，这个整个发展定位是不一样。因为谷关是以前中部3大知名温泉之一耶。对，所以如果将来只是讲到谷关，想要缆车，没想到温泉，这个温泉会应该有点难过吧？两者是不是可以搭便车？哦，就是说可不可以趁这个机会？我觉得两个不应该挂在一起，应该要求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好，就应该持续要求，而且市政府相关的单位也应该具体的回应。可是就这个特许事业的，我们要问的是，这一个新的建设是会让我们这个地方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谢谢刘老师。那刚刚也有乡亲提到说，希望说这个接驳上面呢，这个既然这缆车是低碳的嘛，它是采用这个电的，它没有燃油的这交通运具，所以是低碳旅游方式。那其实呢，地方上是希望说，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学谷缆车线有规划了，就是说进入这最大的起点站谷关站之前呢，有3个所谓拦截点。这拦截点呢，就是说让这个未来这个缆车啊是可以电脑叫号，你可以知道说你几点几分要上车，所以还没有到你的之前呢，可以先到附近的原住民部落啦走一走、看一看、停留一下哦。那这3个拦截点呢，当然也设有大型停车场，有接驳的这个公车，可以让你到谷关站来，分别是在里冷社区、还有松鹤部落、还有石文溪社区哦。那刚刚我们松鹤部落的徐大哥讲说，是不是这个接驳这个部分呢，可以让居民呢也是共享利益，甚至说到我们的松鹤部落来呢，可以停留久一点的时间哦。那我想说，针对于这个部分呢，这交通配套部分呢，还有没有乡亲有意见的，或对其他方面有意见，请举手发言。我们站在松鹤社区来讲的话，希望说从里冷松鹤到石文溪部落，希望说能够配合整个市政府的一个配套措施了哈。那我们想说，现在腹地最大就是我们松鹤社区嘛，那怎么去好好的善加利用，然后把整个这个游客的进出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啊，希望把这个点里面啊能够把它完全的发挥了哈。当然，我想在老师的那么多的问题哈，但我想这个我们都要互相尊重哈，互相尊重。那么我们在大谷关地区，还有我们松鹤整个部落，我们也很期待说，那么久的时间来了都没有一直达到大家的需求啊。游客前几天昨天昨天居然还有在北部的游客说，你们谷关还是石头路啊，我吓一跳哈，真的吓一跳。我说没有，我说谷关现在真的很棒哦。那我说他原来45年来过了哦，45年，但是你媒体电视也看过嘛。怎么会说谷关还是石头路？那谷关那么有名的温泉，既然被他埋没，他45年前也是来谷关洗温泉，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真的我们要好好的努力了哈。所以市政府对谷关温泉这2个字应该好好大力推广一下。所以我说，我们真的希望，真的这个部分，我们整个这个大博爱里里面，整个社区的居民呢，也希望能够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开发或是说发展的部分都很期待啊，那么还有最大的停车场的部分，目前就松鹤有那么大的一个腹地，也希望都能够配合其他单位真的能够把它设置起来，那真正的能够落实这是我们松鹤部落里面最期盼的地方哈。好，谢谢。好，这位大哥穿格子衬衫的。各位，我们的乡亲希望的是什么？自从921地震土石流以后那样没落，他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要发展，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希望反对的部分，我们用技术面种种来克服，绝对没有解决不了了。我就想到说，灰熊部分你都可以从缆车上面的 ，Hello， 你好，我们会伤害到他吗？
绝对不会。我自己在我的庭园里面，我就有生态池，蜻蜓、复育什么什么，那是用人工我们把它，如果没有的话，它来什么？所以我是赞成，支持的。我们要走向多赢的一个场合。谢谢各位。谢谢大哥。刚刚有一位大姐，那个穿深蓝色衣服那位大姐，我们要求在招商的时候，势必要落实到招商之前，要跟我们各个社区，就是哈伦台社区、松鹤社区、里冷社区所有的社区居民做一个真正落实的一个座谈会，由我采纳我们真正采纳我们地方上的意见。这就是到后面的部门，就是招商的部门。那前置的这些什么危险是堪不堪用，就是我们就全部来仰赖给专家学者，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那个。就原先已经在我们的商圈里面做生意的朋友，他的权益要兼顾就对了。对，然后那个缆车站的那些被牵制的受灾户。然后就是还有拓宽道路，拓宽到什么程度？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市政府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到底是拓宽集美会迁户到几个居民、几户的居民？我们问一下刘科长好不好？对，刘科长，我想就是针对这交通部分，我们一并来回答好了哈。目前就是说在28公里台八线28公里、26公里、33公里这。分别是里冷、松鹤、石文溪社区，你会设3个拦截点。那这3个拦截点，它拦截是假日，你们推估有27000人，大概有600到700台的巴士，1000多台小客车。这些人要从这3个拦截点把它送到谷关来，是这样子吗？你们的配套的相应的措施是什么？好，谢谢。那我想这整个一个，应该不叫交通拦截点，我们现在叫做交通接驳的一个计划了哈。拦截点是你原先的计划书写的。那我们这个交通接驳的一个规划，大概就是我们从东势开始，然后会在和平以及我们里冷、松鹤、石文溪以及上谷关这些的地区来做一个接驳的一个计划哈。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把里冷的比如说我们的七重天的瀑布啦、四壮士的步道啦，还有我们松鹤的我们的林场巷啦，还有原住民的竹民宿这个部分呢，都能够把它展现哈。那我们石文溪里面呢，那我们也有所谓的我们的步道的部分哦，都能够来充分的来结合。那接驳的是用什么？整个接驳我们是希望用电动的方式哈，电动车的方式，或者是它比较能够属于绿色运具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接驳。那我再请教一下，刚刚那位大姐提到说，这边的道路到底要不要拓宽？那拓宽之后，如果现有的商店街被拆迁之后，他们有办法被安置到未来的商店街的街廓里面去吗？有关于拓宽这个部分呢，跟刚才那个秘书长他有提到这个污水处理的部分呢，现在目前都纳到我们整个一个缆车的一个大的一个规划里面哈。我们希望污水处理的部分由我们台中市政府水利局这边来主政，那也目前也纳到里面来评估哈。那拓宽的部分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建设局这边来纳进去。那至于说有影响到我们住户的一个部分呢，我们透过协商或者是说明的方式，双向的一个沟通哦，来让这个在地的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那场站各个场站里面有私有土地或者是私人承租的一个问题，大概都会在我们整个计划里面去做很好的一个沟通，然后能够让他损失还有他的受伤的情况会降到最低，也提供更多的那个商店街的这个他的可以提供给他优先来承租或者是来生活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都在我们整个计划里面来办理。还有没有什么建议是我们相信要提供出来的？好，这位阿爸。那么这个缆车啊，有很多的阻力，我们是希望这些阻力啊，用最高的科学方法，包括它的生态的专业，希望能够克服，让缆车能够很快的把它做起来。好，这样对我们部落的，对我们整个里冷、松鹤、石文溪、谷关、上谷关都发展了，人潮有 money， 没有人 no money， 所以建议大家
要用爱心，所谓爱心不是犯法的，就是说，我希望当地居民同理心就对了。我们希望促成这个大业。好，这个大业绝对是跟外国的缆车一样的安全。好，谢谢阿爸，谢谢。我想这个就拜托大家，很快的把它促成。好，那这位穿条纹polo衫的大哥，不好意思。我希望说，不是真正的图利到特定的厂商，那是真正我们古关地区大家业者都可以赚到钱，这个是重点。不要把责任丢给地方，然后盈利有利益的部分都是财团拿走。我希望这个部分，其实我认为市政府也有这个责任啊。那在招商的过程中，也希望说市政府在这个能够，既然你有招商的这个作业，你可以有约束厂商的这个能力，你也有这个责任。我认为市政府有责任做这个部分。那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对于交通的部分，我想说，如果说缆车营运以后，对我们古关地区势必会造成交通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了。那如果以市政府现在规划的这个部分，就是从东势一直到里冷、松鹤、石文溪这部分，我希望说市政府能够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计划出来，你到底要怎么实施，对这个交通的部分要怎么去做，才可以对古关地区这个交通的问题冲击不要这么大。你有没有一个很实质上的一个计划出来？那只是讲，我们也不晓得到底要怎么做，然后乡亲也不了解。如果真正到了那一天，你没有一个实质的计划出来，实在是不然只是把游览车停到松鹤部落，哗啦哗啦，那个废气很多，然后又开走。而且对松鹤部落，你只是把那里当成一个停车场的话，对于松鹤部落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那第三点，我希望说，其实我们之前开了很多次会，跟刘科长也开了很多次会。那我一直强调说，对古关往后都市计划区内所影响的地区，请市政府这边是不是能够很详细的对古关地区做一个说明？因为大家都想说，如果古关缆车盖了，那我常年在古关地区，我生活的地方，我居住的房子，我做生意的场所，这个以后怎么办？会不会有影响到？影响到的层面到底到什么程度？我希望这个部分，希望都可以对我们乡亲说明白。好，后位那位大哥，嘿。台湾政府目前对黑熊保育基金1年是200万哦，这个数据是我们保育协会讲出来的哦。那未来这个如果学缆线如果做了，有可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我们的学缆预估现在1年是59万人次。如果我们来要求台中市政府对 BOT 厂商，你每一张票里面要附加100块的保育基金，那1年要达到多少？5900万。5900万，谢谢。好，谢谢。好，那这位大哥，我本人最重视生态环保，所以说呢，我建议斜谷缆车一定要做。斜谷缆车做上去的话呢，对那个生态环保绝对是正面的。为什么呢？以目前来讲，从东势到大雪山43公里，天天人车爆满为患，有的拿那个瓦斯炉去那边泡茶，去那边那个野餐，去那边泡面。东势到大雪山沿路好像是菜市场一样。我想这样的话，熊不敢来，连猫连狗也不敢去。我相信这点希望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所以学缆反而相对可以做到的人数的控管，因为多少人上了缆车都可以做统计。我现在要讲斜谷缆车做好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管理单位一定会总量管制。所以您是积极乐观的支持就对了。对，我绝对支持的。好，谢谢。好，这边有一位年轻人。我们其实比较关心的在于说我们的居民的生活了哈。那就是是不是可以在下次如果还有真正在开说明会的话，请市政府
面对面跟我们居民好好的沟通一下，因为在最好有白纸黑字写出公文，让大家可以传阅。是的，是的。那因为我们在这个谷关风景特区有一个都市计划嘛，其实本来就有规划住宅区的。对，去年刚完成第3次通盘检讨。对，为什么好像跟我们居民完全没有关系这样？是。哦，好，是的，谢谢这位居民的这个意见。我们来看一下缆车是不是真的就是观光的万灵丹？这个日月潭缆车呢，它从日月潭搭到九族文化村，大概是1.87公里呢。那99年刚开始营运的时候，第1年还只到11月，还不到12月哦，就已经有300万人次，这么多了。可是第2年呢，到100年只剩下200万人次，马上少掉100万。到101年只剩下140多万，去年全年大概就将近100万而已，短短几年，从不到1年300万，到1年只有不到100万。缆车真的是观光的万灵丹吗？最后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刘科长做整个的一个回应，就说目前市政府在对于这个学缆这部分，在后续的进度上会是怎么样？我想在整个不管是环评的议题上，我们都尊重哈，我们尊重各个团体的一个意见，我们把这个环境的部分，或者是地址的部分，我们都交给我们的环评的专家来做审议。如果我们的环评是不通过，那我们这条缆车也不会开辟哦。如果我们的这个缆车的推动在招商上没有厂商来做投资的话，我们这一条缆车也不会开辟哦。我想各位都可以放心哦。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开辟缆车，那台中市政府会不会来建设我们的谷关？还是会哈，我们还会用其他的方式哈。我们希望透过更多的旅游的一个方式哦来带动哈。我想给各位一个保证哈，市政府绝对有心哦，要来建设我们的和平地区哈。那不管是道路开辟或者其他的一个民生设施的一个部分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循序渐进的来办理哈。那希望各位能够和平理性，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安全的来办理哈。所以这个部分也请各位放心哈。那市政府一定会用最大的诚意跟最大的一个保证哈，用科学的方式来办理这一条学谷缆车，也希望大家在一个平和的一个态度上，大家来共同讨论。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遵照相关的一个意见来办理。以上。好，谢谢我们刘科长。那蔡秘书长。如果这26亿哈真的是要花的话哈，或者是不管是 BOT 或者是政府要花，那我如果说是花在这3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发展，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如果是要砸在这个所谓的特定的对象的话，那我觉得是有问题的。那最后呢，我要提到说哈，我们很多的环保团体或者是在市中心，很多大家担心会不会谷关会变成清境的第2。什么是清境第2呢？就是你看到这么多的违法的民宿或者是违规的这个山坡地的开发，会不会在谷关这边发现哈？那市政府他当然回应说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告诉各位，一定会。为什么林地那么容易被开发？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如果在地的人，你如果有土地，你也知道，私有的土地只要坡度低于30%，它就可以等同于农牧用地，可以盖农舍。如果你有500坪的林地，地主就可以盖3层楼。每一层楼50坪，就可以盖150坪的豪华的农舍。如果你用你的这个土地呢是农牧用地，山坡地哦，是农牧用地，最小面积只要0.25公顷也可以盖农舍。谷关的农业区、游乐区跟果园加起来多少？加起来有将近30公顷，未来这个可以被切割成100多个0.25公顷。如果60几万人的游客涌入谷关，一个假日2万多人涌入谷关的时候，这些豪华的农舍，我告诉各位，一定会像雨后春笋，全部都出现。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答案，最后赚到的可能不是我们，最后换来的是残破的山河。好，谢谢我们的蔡秘书长。那何老师，我就说大家要想清楚，如果今天谈的是一个怎么赚钱，那就是一个竞争的问题了。谷关的业者所期待的东西，丰原跟东市，甚至台中市的市区，跟大家保证，5星级市区5星级的饭店，一定都会未来都会套装旅游，这个一定是一日游，它绝对不会让你住到这边来。然后呢，换句话讲，大概晚上就在我们逢甲夜市了，不会在谷关夜市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相对应的市政府的接管台八线跟配套的投资，公共建设投资，其实这个业者不会来了。所以我说最后了，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谈的是谷关的业者10几家的业者集合起来，
我们愿意永续经营，让这个全世界可以看到全世界最漂亮的东西。我们要集资新建缆车，我要花20年时间去雕刻出一条让世界都骄傲的高山缆车。我是觉得，再怎么反对的人啊，都不得不佩服啊。这个啊，因为这是在地受益了，在地受益。即使今天大家提到这边来，到后来是赚钱。经营术跟这个所谓的公共投资哈，两个混在一起哈，真的是不容易有交集。谢谢。那台湾呢，其实现在的国债已经来到23兆左右。政府因为穷，无力去建设所谓的公共建设和这个提供公共服务，就希望说用 BOT 促进民间参与，希望由民间来投资来履行，帮政府代行这些公共建设跟提供公共服务。台湾有这么多 BOT， 大家看过几个成功的案例？这个迷思在学古缆车能不能够被打破？还是说学古缆车可以打破这个迷思，变成一个成功的案例？我想我们都有机会来看看学古缆车有没有机会成功，或者是说这又是另外一个在 BOT 迷思下面的一个错误的政策考量。选举到了，这样的政策是不是又会再被提出来？大家是不是要更认真的、审慎的来检验这样的一个计划？村民大会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您共同来参与讨论。以上给村民台 V 感谢您收看，下礼拜请空时间持续收听村民台 V， 希望大家感恩这些，谢谢。